就係、你都知道啦嚇，榮榮最近咧個恆指跌由6000嘅一路咁跌到而家就嚟7000㗎啦，跌得好犀利啊！好多客咧都走嚟喊住咁啊！哎呀，師傅救我啊救我啊，點算啊？有冇機會翻身啊？咁，唉，佢哋成日問我嗱，我本身我自己咧我就唔中意玩股票嘅，咁我亦都對於股票方面咧我就認識唔係咁多，咁我只可以咧就係祖師爺有時去算到一啲形勢啊，即係個社會嘅形勢嘅，咁只可以係提示咗一啲嘢俾我哋咁解，但係咧就絕對唔會有阿哥嗰套咁嘅先機論咧，嗰套預言咧可以知道埋一啲股市咁清楚嘅。咁今日咧，所以我就要特登請阿哥上嚟。我知你哋咧係非常之心急，好想知道自己走唔走得甩啦。阿哥，不如你話俾佢哋聽嗱，其實咧，嗱細妹，嗱我哋喺18集嗰陣時，我都講咗話嚟嗰個月份啦，即係亦都好老實咁講，農曆嘅5月份啦，即係我都講咗幾多人快啲走啦，因為6月6號到7月6號啦，咁亦都應驗到砰砰聲啦，都中得好犀利，有啲人就信咗我嘅就好彩啦，亦都喺我 Facebook 留言啦，咁亦都多謝我。咁有啲咧就係走唔甩啦，咁亦都好痛苦啦，咁啊輸身家輸咗一半啦，都要按錢。咁好啦，我想再重新再講多一次啦，今日有咁嘅機緣啦，嚟到細妹呢個咁啊，再翻嚟同大家去分享我嗰個先機論嗰個答案嘅。咁期間裏面咧，我個 Facebook 亦都有，如果你想去詳細資料想知道晒，或者我個所謂嘅感受，突然間我想要寫到啲乜嘢出嚟同人分享嘅時候。大家可以不妨 at 我 Facebook 李南光，咁你可以更加清晰。阿哥，你呢排冇晒時間燉喎。係啊，冇啦，呢排忙到不得了。嗱，我就再同大家講一講先。嗱，如果你哋喺28,000、27,000、26,000、25,000至24,000呢啲位嘅話，如果你入咗貨嘅話，我亦都好老實咁講句説話，從我先機論透出個所謂嘅代碼。8月份係跌市嚟㗎，8月份咁我所講嘅新歷嘅所謂而家去到呢個我哋所講農曆嘅7月，由8月8號至到9月7號，記住8月8號至到9月7號呢個市裏面係跌市。咁但係若然如果你話喺呢個之前入咗個貨啲高位入嗰啲咧，你話你哋如果唔走嘅話咧？好老實咁講，而家都即係我相信都坐定坐到出公手爛腳啊！出咗公海啦，都睇唔到個岸啦已經。咁好啦，如果你話喂，我想話，我曾經亦都同人講過啦，之前喺18集都有講過，就係話將會嚟緊嘅農曆嘅8月同9月個市係會升嘅。咁好啦，如果你話升個時間裡面就係新歷9月8號至到11月嘅7號。咁如果你話喂，我哋如果將會升嘅意思就話你唔走，或者我可唔可以有得可以走得甩咧咁樣升嘅時候，咁我想同大家講下先，因為嚟緊呢兩次係小陽春嚟嘅，呢兩個月小陽春嚟嘅，仲要講9月8號重新至到11月7號係小陽春，大方向佢係會向上嘅。咁你話會唔會走得甩咧？就我只係講一句説話，你唔會輸咁多啦，因為我成日講問題，你差咗落個氹度，而你本身。即係你話想會抽離或者唔使輸而走嘅話，我相信就已經係微乎其微嘅啦。咁其實阿哥會唔會有機會翻得翻20-30%咁？咁我相信都會嘅，我預計大哥會上到23,000鬆啲啦。咁樣你話再上就好難，因為點解咧？其實我所個代碼透咗出嚟就係話，大鱷點解要俾你呢一轉而家跌得咁急？令到你好驚，而可以話俾你聽，一係就會令到你會輸得好傷啦。咁啊有啲人壯士斷臂啊，有啲人以我所知輸80-90萬啊，百幾萬啊，比皆是好多坊間。但係就話佢呢一轉會引你入市，就要你升。等你啲人溝貨啊嗱，小心啊嗱！再次我再一次提醒大家，呢一次溝貨咧，你只可以短暫喺2個月時間之內一定要走，亦都好老實喺11月7號之前，你哋必須一定要走。嗱，如果唔走嘅話，嗱呢啲係個人見解啦，亦都係我自己本身我先機論嘅代碼透出嚟嘅啫。信則有，不信則冇，就唔好話一間到時又話輸打贏要由呢個勝，贏嗰陣時就對你俾個信息你啱，你就話好。俾個信息你唔啱，你就話我李南光係神棍嗱，我唔想啊，因為最好老實咁講句説話，我係釋出善意俾大家嘅啫。總之呢一次咧，我所個透出嚟嘅代碼就係將會有個小陽春令到你上去，就話要溝貨。但係你記住，必須要小心。真正嘅戲肉就係喺農曆嘅10月，即係11月嘅8號至到呢個12月6號。因為呢個月裡面嚟講係有2個範疇出現，會令到你大跌嘅。第一就係人為造市，亦都好老實咁講句説話。我預計就美國將會加息嘅，咁而做到個市咧就將會跌嘅。第二個咧就係話
翻炒啦，就係南北韓將會又再嘈交啦。嗱，你記住，如果呢兩個劇本真係出現嘅話，我相信即係俗語講嘅説話，一日跌1000點，呢啲係一定唔係難事。如果同我所預計嘅話，20000點就好快會穿㗎啦。咁如果大家真係必須要小心咯。如果你哋真係要量力而為咧，如果你話追貨溝貨嘅話咧，必須真係一定要喺2個月之內咧。如果你認為點樣去走，或者你分3注走，嗱呢個我只係提你哋嘅啫。嗱，信則有，不信則無。即係話，如果而家輸緊唔好話輸晒啊，輸緊一半嘅，如果佢想守，咁係咪一個唔好嘅選擇嚟嘅咧？嗱，如果你話我所講翻咧，如果不如倒不如我哋大家一步步睇啦。如果你話我哋喺呢個9月8號至到11月7號，同我所講嘅大方向係升嘅話，係升啊！嗱，得大家要理性啲分析。如果升嘅話，等同於我所講嘅啫，大鱷將會引你溝貨，即係升上去就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。你哋又唔想走啊，只有選擇溝貨嘅。咁好啦，你記住係升嘅話，你真係必須要盡快走啦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嚟緊嘅第4季咧，將會就係天災加人禍。人禍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好似大鱷做市啦、加息啦，同埋一樣嘢將會開戰啦，南北韓將會開戰嚇，令到個市跌。然後跟住嘅農曆11月同12月咧，跟住就天災將會亦都會出現。因為我嘅代碼講咗出嚟，我係唔會收翻嘅，亦都唔會話喂有啲人係見風使嚟見唔對咧跌嗰陣時就話跌，見升嗰時就話升。阿炳都識啦，都唔需要你哋講啦，啱啱聽先。但係我李南光絕對唔會話見人講人話，見鬼講鬼話嗰啲啊。總之實話實説總之你哋大家嘅，如果嚟緊嘅農曆嘅重新農曆嘅8月9月，如果個市係一定升嘅話，個大方向升咗上去，即係個先機亦都透咗話俾你聽，第4季必跌，自己執生啦嚇。咁好啦，如果你話喂信嘅話，就希望大家喺11月7號之前盡快撤離。若然如果將你嘅盡量你個貨減到一半嘅話，咪將你嘅即係所輸嘅錢係盡量輸少啲咯。唯有我提議係咁嘅啫。即係農曆11月嘅時候，即係盡量走㗎。農曆10月之前你都要走啦，即係11月嘅8號之前一定要必須要走。哇！咁得人驚。如果你話唔捨得少少，咦而家走輸好多喎，唔捨得走嘅話，咁係會仲更加大件事嘅。咁等到2016年嘅。有啲人就問我譬如一隻股票啦，我相信大家都知啊，成日個個都知啊，388咁樣啦，呢隻股票港交所，我相信冇人都唔識嘅，如果玩股票大家都知啊。我用呢隻股票嚟做個比例啦。嗱，如果你話大家去做一樣嘢嘅時候咧，我成日講問題，如果388跌到100蚊，跌穿100蚊嘅話，你話個市會點咧？咁啊見仁見智啦。我用呢個比例嘅話，咁我諗大家會思路清晰啲，唔需要話我有咩令到你或者會煩啊，或者有咩差異諗。如果港交所388跌穿100蚊，你估個市會點？大家去諗咯。再講，如果你話冇貨喺手嘅人，我恭喜你。有啲人話啲師傅同你講，你不適宜買股票啊，話買到會輸啊，一定會輸。其實我喺我套先機論裏面係錯嘅。最緊要就係話我哋嘅智慧啦，有危必有機嘅。如果你手上冇貨嘅話，同我所預測個劇本、個股市劇本嘅代碼出現嘅時候，我亦都提醒大家，如果有機會嘅話，不妨當一個5蚊嘅麵包跌到落去5毫子嘅時候，我想反問你一個問題：點解我唔買？如果我唔買，就即係證明你係蠢人，唔係一個叻人。嗱，我好老實咁講句説話，如果一個機遇俾你，有危必有機。如果你係上咗年紀嘅一個長輩嘅話，試問每一次嘅股災，佢一定係上得翻嘅。所以我成日話個問題就係，大鱷要做你市嘅時候，就必先要令你瘋狂。28000啦，上到啦。嗱，而家咪要令你死亡，死咗一半啦。咁好啦，餘下嘅嗰半就嚟緊㗎啦。咁如果你話我冇貨喺手嘅時候，我點解唔入市咧？如果你唔入市咧，即係蠢到不得了。即係趁低急立啦。冇錯啦，嗱，如果跌到落去5毫子，等於好簡單，調翻轉港交所100蚊跌穿100蚊嘅話，咁我想問你入唔入啦？如果跌到80蚊咧，咁你仲入唔入啦？嗱，咁你自己思考啦。入與唔入啊，在乎你嘅。如果你好老實咁講，當5蚊嘅麵包跌到落5毫子，他朝佢一定會上翻5蚊。如果上唔翻5蚊，4蚊啦，3蚊啦，咁你咪賺咗個差價咯。咁點解我唔玩咧？嗱，呢個我唔係話想鼓吹你去買股票，只不過就話成也一年，敗也一年。若然如果人生
你唔用你嘅智慧去揾錢，純粹用你個所謂嘅血汗去揾錢嘅話，我只係講句説話，你只係做一個所謂嘅一隻牛咯，俾心機做。但係如果我又係做隻牛，但我又用個智慧揾錢，一個雙箭頭去打嘅話，咁好多時一個人嘅嘢就係成也一念，敗也一念咯。可能或者你有機會揾到呢啲錢買樓啊、買廠啊、收租，咁呢啲咪就係我哋所講嘅契機咯。嗱，以上提供嘅個人見解嘅啫，信與唔信嘅話，或者你用你嘅智慧分析我啱啱講嘅道理，最緊要等到呢個機會。如果呢個機會贏咗錢之後，你記住自己唔好再玩。將個戶口取消佢，攞咗啲錢過嚟食又好，或者去旅行又好，或者你買廠又好，做一個你自己嘅喜歡嘅決策。呢個就我以上見解啫。其實阿榮阿哥嘅意思咧，就係你哋啲人如果係未入市嘅話咧，就要趁低吸納啦。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坐緊艇嘅咧，就睇你坐幾多啦。咁如果你真係真係爭好遠嘅，咁我哋都會有個機會係有機會喺9月份至到10月份嗰段時間去回升咧。你睇下輸少少你就好走啦。咁如果你話本身係輸緊少少嘅啫，又唔係輸得太多嘅話咧，都要喺11月前咧點你都要走㗎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到時咧就棄車保帥啊，壯士斷臂啊，就大件事啦。唔好見佢回翻啲，哇穩陣啦，升翻啦咁樣。總之如果冇買貨喺手嘅人，你等啦，幾個月時間啫。同我所預言嘅嘢話，我將會話俾你聽。2016年嘅第2季同第3季，同我所講嘅吻合嘅時候，你先入市可以啦。即係阿哥，你咁樣講話11月同12月之前咧，一定要走貨。係啦。原因就係因為有天災人禍。冇錯，同埋加上有人做事啊。加上有人做事。係啦。咁可唔可以講少少天災人禍係有啲乜嘢嘅？因為我重申之前我都喺第18集有講咗㗎啦。農曆嘅今個月嘅，即係好老實咁講句説話，即係今年啦，2015年啦嚇。咁佢個第4季咧係將會有個天災，就係將會地震嘅。即係早排你話講嗰個泰國嗰個預言家咁話泰國嗱而家唔中啦。嗱呢個似一般事實啦，唔好話大家話馬後炮，又唔好話邊個成啦，只不過我要答案啫，答案出咗嚟就係冇嘅。但係到翻我講嘅話，喺2015年嘅第4季，我所預測嘅代碼裏面將會有大地震，重點第一個就係日本，跟住就到美國呢個所謂呢兩笪地方嘅啫。如果真係要中嘅話咧，咁人禍加天災。你話幾大鑊咧？咁呢一個問題就係咁啦。咁如果你話喂我想要入市，倒不如我想俾個建議大家，因為嗱劇本裏邊我已經有咗劇本喺度，亦都講明話俾你聽。2016年嘅第2、第3季點解會跌啦？有啲人話喺跌市，咁你講個理由出嚟，點樣跌市啫？跌點跌啫？係咪先 ？OK，我今日同大家講，將會嚟緊嘅個代碼出現就係打仗。兩個打仗就係話行陰陽極嘅，總之本身丙辛佢就係喺南面嚟嘅。咁如果你南面裏面嚟講就南中國海啦，同埋南北韓。如果真係開波嘅話，你記住呢個劇本一出現嘅時候，大家睇定啦，準備入市啊！即係同我所講嘅劇本啱咯喎，中咯喎，咁你好啦，準備入市。如果冇嘅話，你咪唔好入咯，即係當我今日我唔準，係 check 得唔啱，咁你記住你本人冇蝕底，亦都冇相干，亦都唔會話有咩蝕底，喂我呃咗你錢啊或者咩成啦。記住我係預言啫。OK，如果真係啱嘅話，真係同我所講嘅打仗得啦。你準備你嘅錢。咁阿哥，你覺得佢哋打仗嘅機會高唔高？梗係高啦！即係你估計佢係高啦？當然高啦！我都已經準備等緊呢個機會啦。我話俾你聽。因為真係之前祖師爺同觀世音菩薩降我哋壇咧，都有提及到我哋，叫我哋千祈唔好去南方。